后来，这个风台发挥着威力，外岛的兰屿是暴风圈的第一线，当地风是有够大，共有14级，树啊是大要害，海影升到将近1层楼啊悬，看起来真惊人。广场透明，风甲雨拢真大，线路的开关跳掉，有258户停电。兰屿的乡亲讲，因规暝拢唔敢困。 大雨一直落，树啊一直害，连电线嘛袂输伫风雨中伫跳舞。南屿时间星期三13号是洋流台风。规暝风台雨，兰屿居民都唔敢困。东清部落小宽路架悬的线路开关跳起来，造成258户失电。那现在目前就是整个风雨交加，现在是。 门口外面就是一直在下大雨。刚刚是有看到香蕉树倒下去，跟路边的机车被风吹倒。同款伫东清部落，有人唔惊大风大雨，冒险伫厝顶做伙整理风台，吹歹去物件。嘛是伫咱厝海边这边，风雨嘛真惊人。海洋一波过一波拍到岸边，甚至有的淹到路面。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就真清楚。因为雨太大咧，佮地势海涌拍到爆发的时，水花差不多有1层楼啊悬。网友看到这个画面，滚酸笑你讲，这个涌会当送你到还未起好的4楼。目前咱厝风雨当大，无多进行停电的顺序。 台东区处讲要等风雨较细哩，才会当去抢修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